散發曾有的8歲天真，就似望向天興奮。陽光渺渺或金色一片，愛太陽那光線降臨，來瀑布散漫，無限耀眼，暖意為海風添上質感，用最真的感覺呼吸，逐秒天空變化在山頂俯瞰，願你和我隨我望我的遊蕩，就是太開心。無論遇上好的天氣，差的天氣，亦同樣向往。即使陰天，我也能夠發光，一身閃光，胡亂去闖。難道就算想擊倒我，仍然能讓我追光那個方向，總有天堂，無視千種苦況綻放，獨有的非一般好看。覺情緒起伏會同情或遇牽引，雷電暴雨並發令身體都太繃緊，學會即使濕透也感恩，暴雨當中會過有多麼興奮，如你和我隨我望我的投入吧，別要擔心，無論遇上好的天氣，差的天氣，亦同樣向往。即使陰天，我也能夠發光，一身閃光，胡亂去闖。難道就算想擊倒我，仍然能讓我追光那個方向，總有天堂，無視千種苦況綻放，獨有的非一般好看。要自願創出好天氣，如雨後門外圈那明媚光線之石。到底係乜嘢阻礙你追尋你嘅夢想？年輕嘅時候你話你冇錢，大個咗之後你話你冇時間，老咗之後你話你冇精神，咁到底要等到幾時啊？仲要睇咩情況啊？仲要考慮乜嘢啊？花開有時，人生無常，人無再少年，但花有重開日，唔好再等啦，行動啦！來吧，做最光的主角，抬頭來望我，最想放肆釋放，閃着光芒，營造天的晴朗綻放，細的超誇張好看。總結今次嘅反常態啊，做咗總結先。總結係今次旅程包埋機票、高鐵、酒店、門票3400蚊港紙，咁就喺無錫、蘇州、杭州玩咗7日6夜，當中去過呢無錫嘅南禪寺南長街源頭柱、蘇州嘅拙政園、平江路、七里山堂、上方山公園、杭州嘅西湖，本來有去櫻花谷嘅，但係就改咗去西溪濕地公園啊，同埋櫻花跑道、濱江最美櫻花跑道啊。想知道詳細嘅情況，咁就要記得留意嚟緊出嘅3條片，等我帶住大家一齊去呢3個地方，同埋頭先所講嘅景點，睇下我到底點樣玩。我係狀況外玩家，玩物不喪志，玩得好 easy 啊！